國家安全睇落好似同我哋毫無關係，但係緊密相連嘅。我哋嘅生活同生存都同國家安全有好大嘅關係。冇國家安全，我哋就冇理想嘅生活同埋體面嘅生存，同埋我今日想講嘅係軍事安全。而軍事安全呢，就係可以令我哋中國可以負責強兵，有一個好好嘅保衞自己，同埋軍事安全係保護其他安全嘅一個好大嘅前提。冇軍事安全，其他嘅安全都枉為一空談啦。多謝大家。